過去20-30年，隨住香港經歷唔同嘅考驗，昔日曾經開到街知巷聞嘅連鎖餐廳，有好多都靜悄悄咁退出舞台，成為咗我哋嘅回憶。當中有啲連鎖餐廳，我哋都以為佢晨早執晒笠，但係原來依家仲有繼續經營，不向命運低頭，拒絕被時代吞噬。今集一個人 TV 就會介紹其中4間大家以為已經執笠嘅經典連鎖餐廳，我哋仲會親身去呢4間餐廳試食，睇下仲食唔食得返當年讀書嗰陣嘅味道。你依家收睇嘅係一個人 TV， 一個用廣東話介紹真實嘅中國歷史文化嘅 channel。如果你中意睇我哋嘅內容，又想支持一下我哋，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同埋加入成為我哋嘅會員啦。鮮職岩，係啊，你冇聽錯，原來鮮職岩仲未執㗎。唔知點解有好多人，包括我在內，都以為鮮職岩一早執晒笠，就連佢嘅老細接受訪問時都自嘲：咦，鮮職岩唔係已經執晒笠啦咩？但原來佢到今日都仲有4間分店喺香港，分別係太子四方大廈店、嘉湖會所店、佐敦店同埋西環店。鮮職岩可以話係全港首間引入台式飲品嘅餐廳。佢喺1994年於香港開第一間旺角店。珍珠奶茶推出之後大受歡迎，高峰期曾經喺香港擁有超過30間分店。不過之後因為中國自由行令餐廳租金飆升，同埋越來越多嘅競爭對手嘅出現，多間分店陸續倒閉。而鮮職岩對我嚟講就好似遠古嘅回憶。細個仲係小學生嘅時候，阿媽就帶我去飲人生第一杯珍珠奶茶。印象中佢嘅珍珠奶茶嘅感覺係好高級。嗰陣30幾年前，好似已經賣緊10幾蚊一杯，應該算係幾貴㗎啦。個味道就好好飲，佢有杯係芋頭味嘅珍奶，更加係一絕。今次我哋去位於香港大學隔離西寶城嘅鮮職岩西環店，店鋪嘅格局比起初期嘅休閒茶室，更加似茶餐廳嘅感覺。我哋睇個餐牌先，原來鮮職岩除咗台式飲品之外，都加咗好多台灣嘢食，包括有牛肉麵、烏冬、滷肉飯、炒飯等等。今次我哋嘅試食員就嗌咗佢中學時期最鍾意飲嘅杯牙奶茶。喺當年杯牙奶茶都係大受歡迎嘅台式飲品嚟，飲咗一啖真係有啲感動。嗰種鮮職岩特有嘅泡沫感同埋奶香，佢嘅味道同20年前簡直係一模一樣啦。雖然而家香港已經有好多台式手搖店，台式飲品已經唔再係新鮮嘅事物，但係唔知點解鮮職岩嘅奶茶就係有種特別嘅感覺。唔知你又覺唔覺得呢？扒王之王。扒王之王成立於1999年，創辦人係香港前藝人林珍琪嘅丈夫李德倫。佢標榜以平民化嘅價錢就可以食到酒店級嘅牛扒，因此成為咗當年人氣嘅餐廳之一，吸引咗好多人慕名光顧。扒王之王取得咗成功之後，佢好積極咁拓展業務，全盛時期喺香港各區更開設超過30多間分店，而其中扒王更加揾咗香港第一位網絡紅人巴士阿叔嚟做代言人。我有壓力，你有壓力，你做咩挑釁我啊？最後搞到有人走上扒王餐廳打巴士阿叔一身，然後老細嘅老婆仲服食過量嘅安眠藥，差啲搞到自殺，引起咗唔少嘅討論。而對於我嚟講，扒王之王絕對係我中學時期鋸扒嘅首選。嗰陣記得大概40幾蚊就可以食到扒餐，跟麵包、湯同埋嘢飲。真係非常之划算，而印象最深刻係佢嗰啲餐具。扒王把木柄都特別鋒利，切牛扒極之方便。把刀有別於一般餐廳用嗰啲鐵刀，真係俾到我一種專業嘅感覺。去到2023年，扒王之王曾經全線結業，但係事隔3個月之後，佢又喺旺角山東街重新開店，展現出頑強嘅生命力。而今次我哋就去扒王之王新開嘅旺角店嚟試下啦。佢開咗喺商廈嘅2樓，地下入去搭 lift 個位裝修有少少舊，但係一到咗2樓，上到去個餐廳氣氛就正常返，現場環境都有返當年嗰種有少少高級嘅格調，整體感覺係舒服嘅。咁我哋就嗌咗一個158蚊嘅頂級珍寶牛扒餐，嗰塊扒真係幾大塊，而且都幾厚，咬落去都算幾有肉味，而且做到5成熟嘅感覺，算係保持到以往嘅水平。另外個餐仲跟有一杯紅酒，雖然酒唔算有咩特別，但係飲住紅酒鋸扒都真係幾超㗎。今時今日
150蚊可以鋸到咁大塊扒，連薯條，另外仲附有餐湯、沙律同埋一杯嘢飲，其實都真係幾抵食。之後我再睇返個餐牌，發現原來低處未算低，原來跑王之王午餐時段有出返啲平民嘅鐵板餐，講緊全部100蚊有找，下次有機會再去試下啦。椰林閣，早喺1988年開業嘅椰林閣係唔少80後同埋90後嘅中學回憶。雖然佢被視為高級西餐廳，但係食物價格親民，當中最出名嘅係咖喱牛腩、焗芝士肉醬意粉同埋海南雞飯。全盛時期喺香港擁有60多間分店，我哋一齊重溫當年椰林閣嘅廣告。選擇要多多，價錢大眾化，環境要有 feel， 地點要就腳。椰林閣餐廳集團，食過你就知佢有幾好。但係隨住時光流逝，網上邊有人話佢嗰啲嘢食越嚟越難食，仲要不斷加價，最後依家剩返2間分店，分別喺屯門華都商場同埋葵涌商場。其實有好多香港人都以為椰林閣已經全部執笠晒，而事隔10多年後，椰林閣聽講會喺觀塘秀茂坪商場開第3間分店，佢嘅生命力真係驚人啊！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就比較少食椰林閣，不過嗰陣有間同椰林閣係屬同一集團嘅紅樹林餐廳就開咗喺我中學附近。當年放 lunch 成日同班 friend 一齊去食飯，記憶中紅樹林雖然食物質素普通，但係價錢比較平，好受學生歡迎。嗰陣次次去食都要等位，佢嘅德國鹹豬手非常大隻，成個餐都係賣緊30幾蚊，真係非常之抵食。不過後期紅樹林餐廳呢個 brand 都全部執晒笠啦。咁今日我哋就去位於葵涌商場嘅椰林閣睇下佢而家變成點先。入到去發現呢間椰林閣嘅裝修同一般茶餐廳冇咩分別，睇個餐牌可以見到佢多咗好多星馬泰以外嘅嘢食，好似係一般茶餐廳嘅常餐。仲有啲四川水煮魚、酸菜魚等等，咁我哋就試下佢最出名嘅咖喱，嗌咗個咖喱雜扒飯，同埋另外嗌多碟炒貴刁。個炒貴刁算幾有鑊氣，合格。而咖喱雜扒飯即係有件雞扒加塊火腿。不過我好想知道，其實從幾時開始火腿係升格咗變成扒？扒嘅味道正常，個咖喱就有落椰奶，好明顯聞到一股椰香味，味道絕對唔係差。不過我之後上返 Google 評論睇返，就發現有超過1位客人留言話啲食物裏邊見到有小強，睇嚟佢喺衛生方面要落多啲苦功啦。漢和韓國料理，漢和自1993年成立以嚟，初期曾經以傳統韓國燒肉聞名，深受香港人喜愛，並設有中央廚房同埋獨立運輸團隊，以確保食物品質。除咗經典嘅美國安格斯牛仔骨同埋挪威空運三文魚之外，仲有多款符合香港口味嘅地道美食。但係其後被網民評為10大劣食之一，其中位於上水嘅分店就已經喺2024年9月宣布結業。依家全港就剩低6間分店，分別位於觀塘、銅鑼灣、旺角、石門、荃灣同埋佐敦。印象中漢和係我食嘅第一間韓燒，當年漢和70-80蚊就可以任食韓國燒烤，就啱晒一眾冇咩錢嘅中學生。嗰陣我成日約埋啲中學同學去食漢和，記憶中啲肉就全部係 BBQ 嘅燒烤級數，但係勝在食得痛快，而個豬腳薑更加係畫龍點睛，我每次去都超鍾意食。咁20年後嘅今日，漢和又變成點呢？今次我哋就去咗位於旺角嘅漢和分店。平日午餐時段係163+1，現場唔算好多人，都有幾多嘅吉位，個環境都幾舒適，唔會話好逼咁樣。加上佢唔會限你時間食嘢，個感覺都幾超。睇下出面有咩食先。首先係煎堆、饅頭、春卷等等嘅炸物，然後係賣相比較普通嘅炒飯、雜菜，有一啲韓式嘅頭盤小食，鎮店之寶豬腳薑，睇下有幾足料。甜品方面有豆腐花、涼粉，味道都幾唔錯。水果就有西瓜、菠蘿同桔仔，肉嘅種類都唔少，不過大多數都係普通 BBQ 貨色。而最後仲有青島啤飲，爽啊！到咗燒烤環節，意外地啲肉仲保留到肉味，食落肚又 OK 好食喎，算係對得住佢嘅價錢啦。總括而言，漢和做到比較高嘅 CP 值，嘢食保持到一定嘅水準，而且每次去都唔使預先訂位 ，walk in 都有位坐。咁佢確實係同朋友吹水食飯嘅好地方。唉，不過昔日約去漢和食飯嘅朋友，依家都已經各自有自己嘅家庭，仲約到出嚟嘅真係5隻手指數得晒。除咗上面4間連鎖餐廳，
仲有冇其他大眾以為已經執咗，但其實仲喺度默默經營嘅餐廳呢？如果你知道嘅話，就留言同大家分享啦。今集去到呢度，拜拜。呢個頻道仲喺起步階段，需要大家嘅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想睇更加多探討社會現象、民眾心理等嘅影片，請唔好吝嗇你嘅手指或者 mouse， 幫我哋 like 同 share。當然仲有 subscribe 我哋頻道，以便第一時間睇到我哋最新嘅影片啦。